大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国内的电价，这4冬来已经起5届，啊，讲后个月可能会阁来调起。经济部长郭志辉讲，这个礼拜5会开电价费率审议会，这个电价要安怎来调整，会以这个审议会开会结果来做基准。部长嘛强调讲，会继续努力帮台电争取补助，改善掉台电财务的状况。也毋过已经有业者载袂调咯，像这个连锁的鸡肉糋，这个胖老爹，为今仔日开始起价，分享餐起31块，鸡腿嘛起6块。整甲金鸭金黄这个胖老爹煮鸡肉，真侪人介意，毋过即马想要食，爱加开钱啊！胖老爹进前讲过，因为部分的原物料、人事成本甲电费钱拢起价，为今日开始，部分的品项介绍上无起5块，无骨的鸡腿排位85起到100块，烦恼的分享餐起上济起31块。涨价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了，实在没办法，生活不下去了。因为它电费一涨，它几乎全部都原物料全部几乎都跟着涨，它的影响很大。电费钱一个起价真正挡袂牢，4年来国内电费钱已经起500，和各行各业拢带咧等。依照了解，拜五的电价审议会，听讲有3套剧本，有可能以民生用电小店面为主，平均起6%，差不多影响1450万户。也毋过嘛，听讲因为起电费钱对通货膨胀影响真大，府院真关心对民生的影响，将会压价起伏在6%以下。除了这2个方向，府院要你争取拨经费的补助预算，看时到协商的进度，嘛有可能是先讨论，也不过暂时未决定。经济部会根据电价审议委员会的决定来这个开始实施。我们争取大院能够同意拨补，对台电的这个财务有非常好的这个注意。台电最近3年来吸收民生甲工业的电费钱已经有6000亿。比这个电价调整幅度超过有够济，对台电来讲，只希望讲千亿补助会当入效，安尼才会当消透起电费钱的压力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